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8年拍摄的粤剧电影《秦探》高清彩色完整版的最终章。傅全香版的《秦探》已经发布了3期了，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关注，还有很多网友留言评论了电影的感受。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上几条。其中一个网友留言说，秦探行路这一段很凄惨，但却很有力，抒发了女性被抛弃后那种愤怒和凄凉，考验了演员的表演功底。还有网友评价说，最喜欢行路了，把痴情愤恨的女子层层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说才子佳人看《西厢记》，那么痴情负心看《秦探》足矣。经典老电影百看不厌。从各个网友的评价可以看出《秦探》电影的成功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最终章。言官，我到四房批阅公文，你为王是奉小姐去吧。是。相顾王魁，自从实在相负以来，蒙那小姐对我十分恩爱，真是言不必弃。此不久，虽经地下，自相问美。上有那风流长草，俏娃妩媚。不久又是深秋了，自从得知交贵在莱阳黑人庙内事业生死，哎呀，下官虽在今有锦绣之中度日，总觉得精神恍惚啊。情缘一心深深系，房内残灯似流年，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，望春望地不息。司令下面是谁来了？你是谁？啊，不是人，是银呐！哎，王魁啊，你的大娘也踏心，就是鬼门，怎该把我贴出门生气？地面真是平静了。听说是平静人，我心下是非。在乡家是大哥万年的王魁，他在那三围楼上成双作对。娇子女孤孤单单，凄凄切切，千里外飞
本配尊之女。判官爷呀，非是我身太重，心上很冤，独自为2年前夫唱妇啊在。看官爷的许归英，先去死破他撒娃有人心在，我情愿受为。他本的身世也负有你，这判官呀，他那是没病人扛不过台，我定要将台的命来塞。好。好凄怆呐，好像是焦桂英的声音，又听不见了。哎，也许是我见人恍惚所致，切日由他。无风门是开呀！好，这是谁？是我啊！哎呀，当归呀！王郎，分明是人，真的是鬼呀！你不是焦桂英吗？真是为妻，闻听你在黑神庙有日夜生死了啊！这是传错了，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王郎进来看，我不是你的桂英吗？我一人修饰一副文银200两，你再来找皇郎在中常院为吉祥郎君贺喜来了。是个官员，还我的什么喜呀？正在不和你，
王郎得中高魁，所料为姬，祝你成名之女。再三，我千里迢迢，也为的是与郎君送药方来了。药方？其实郎君在明狂的时节，深耕苦读，两手冻得冷冰冰的，后来成了大病。是我在黑神庙右边，请一位大夫看好的。大夫说，要是此病再发，可再服此药。我病从未再发，药方不用了。不用了，总算再发，也有我那夫人早了，不劳归期必须。原来是此。我去问你，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郎君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贵英，你咋这不委屈？我就要问你个貌似婚情，时常相负之才。哎呀，王郎，你何必是此人？明年贵英当在一点半点的好处，你就收留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。贵英，你啥神此？要是被夫人知道，那完得了啊！记得我与郎君当日相爱，誓不再嫁。如今王郎告终，为妻反遭受气，实是为妻道儿的举脸难看。只求王郎用桂英在府上做一名奴婢，我一个郎君担大的。你死了这条心，速速与我出去吧。既然做奴婢也无此不问，记得你在今日间判你路途寂寞，写下青丝一缕，如今还在身旁吗？这是你的留法。哎呀，那就顺在你。
若顺在我，我是对你讲了，他也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之新闻啊！若顺在是我弟弟的遗文，当在相送于你，想不到你不必多言，叫你把您50两叔叔委屈了吧。我也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那么叫你往捐50两，你是立门不去吧？啊！到了此时，你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吗？你心何人啊？他要桂英啊！今生是我为了你，原来生于你这级死路，从家罢休。哼，我却不信。我代替明日，王奎，你那时也已经死了一个叫桂英，你还想再死一个叫桂英吗？王奎在生死话令人发怒，在山谷打来刺痛及你已经爱死了叫桂英一个，你还想到来再对什么？鬼不？正是桂英鬼门当死。哎呀，桂英，你不要来想我，我明天请那名声高道超度于你呀！我要你跟我回来阳气吧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怨我不行，我是你是鬼呀！只要有情，不分成鬼呀！鬼，你实在不委屈，我就要请那法师将你当着九有地狱。王奎，你在呀？我刚才死退你本身，是指望你有本地人心，我在找你一死。谁知你竟是丧尽天良。